宜兰市内务桥最近是大鹰架咧做油漆工程，不过将这鹰架说是汹汹落来，佮断过对向的车道，隔着过路车，好佳在是无人上报。赛车要经过宜兰市内务桥，看到头前的鹰架规个绑来，车赶紧停来，唔敢过。哪在吊车在吊？这个是太可怕了。你那个有人受伤吗？代志发生伫咧19早起8点，大家要上班的时阵，迄当阵落来鹰架过断到对向车道，去喊到一台经过轿车，车身冒起玻璃破去。车顶的人讲真恐怖，拄到这种代志有够悍。来到现场，看到桥面和搭来鹰架焊做一空，甲人正伫咧修理。内务桥是一座钢索箱型拱桥，公路桥最近顺着内务桥的拱形塔进行涂地山油漆的工程，敢若是挖桥中的鹰架别无好势，才会发生落来意外。那这一阵子状况不断，自从施工之后因为有发生车祸，有死亡车祸，我们里面是每次经过这边，觉得对这个桥梁的这种架设我觉得心理负担算蛮大的。在第一时间，我们也对厂商来做开发的一个动作，同时我们也要求厂商立即把工地再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视。地方是讲内务桥施工了，不是头一遍发生意外，总共是真多，之前就发生过死亡车祸，有真多经过民众心内拢惊惊。公路桥是讲有甲被焊到的车主联络到，会负责赔偿，也会罚施工厂商，同时要求爱对工地做全面的检视，袂当再发生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